今日同大家分享喜瑤樓3到4人單位間3房設計，單位實用面積330尺，現代簡約裝修風格，客廳空間充足，合理佈局，舒適生活。入門口做一組 L 型獅字櫃，儲物多又美觀，連埋獅字櫃做護牆板，搭配格柵燈帶更好睇。對面電視牆同樣做格柵加燈帶，地櫃儲物。房間用木板做間隔，客廳間房用玻璃趟門，房間內就做4尺地台床，仲有衣櫃同吊櫃，儲物空間充足，自然光線明亮。另外2間房係兒童房，房間一係女孩房，粉飾空間，做上床下櫃設計，下床做到衣櫃同書桌，學習不耽誤。房間2係男孩房，藍色空間，同樣係上床下櫃，卡通嘅圍欄造型，打造靈動空間。最後廚房門口擺雪櫃，上邊做吊櫃，廚房內就正常做 L 型地櫃加吊櫃，留返洗衣機位置。廁所就做7字形洗手櫃同智能鏡櫃最實用啦。大家有需要裝修歡迎 DM 我免費報價。